自2023年10月初3，每日新安宫读经，安怎样的角度？圣经咱做来听读以赛亚书10章第1节到16节，对亚西的老树头的布影，对伊的君的发幼枝。上主的神要甲伊同在，就是予伊有智慧甲聪明的神，有计约甲能力的神，有知识甲敬畏上主的神。敬畏上主是伊所喜爱，伊袂照目睭所看来审判，嘛袂靠耳孔所听来判断。伊要用公义维护善车人，用公平保障互人看无起的人。伊要用公正的裁决做棍，讲迫害者，发命令处死邪恶的人。伊要用公义治理，用信实统治。豺狼甲绵羊会做伙住，豹甲山羊仔囝做伙困。牛仔囝甲狮仔囝斗阵食，细汉囡仔会做牧者看顾因。牛母甲熊母会做伙食，因的囝会做阵休困。狮会亲像牛食草。食年的婴仔会伫毒蛇的空口佚佗，长年的囡仔会伸手入去毒蛇的穴。伫我圣山的逐所在，一定无伤害，嘛无破坏，因为对上主的人物普及全地，亲像水充满大海。伫迄日，亚西的君为诚侪万民的大旗徛在在，万国拢会拥护伊，伊徛起的所在会充满阳光灿烂。迄时，主会第二遍伸手对亚述、埃及、巴特罗、伊索比亚、伊朗、巴比伦、哈马以及沿海地区赎回所剩的子民倒转来。主会往万国采大旗，对地的四方组织四散的以色列人转来，将受赶散的犹太人民组织倒转来。迄时，以色列的怨妒会消失，犹太的敌视嘛会煞。以色列袂阁怨妒犹太，犹太嘛袂阁敌视以色列。因会斗阵冲落来攻击西边的非利士，抢夺东边的人民。因会征服以东甲摩押的人民，阿门人会屈服伫因骹下。上主会互埃及的海湾干涸涸，伊会举悬伊的手大力扇小风，互幼发拉底河变做7条大溪，人穿草鞋嘛会当行过。要有一条大路为着上主所剩的子民备办，通互因对亚述逃脱出来，亲像古早以色列人对埃及地出来相款。安怎样的国度？到底残存的子民回归的国度是一个安怎样的国度？更较精准讲，因需要一个安怎样的国度？对经文来看，这个应允的国度包括3方面：有一位神王，有智慧、聪明、无力、能力、公义、信实；有一个国度和平、平安、无冲突，各种受造物和平相处；有一日会有甲现今无共的景况。流亡的子民要回归故土，
无搁再细线，而且分裂做南北两国的人民要合一和好。有一个王，有一个国度，有一日，上帝应允的新国度全然美好。总是咱爱问，今仔日的以色列，敢是迄个新国度是无？以色列人受了70年以后，确实回归，总是直到1948年，以色列才恢复建国。毋过到今仔日，也拄着也有战事在发生。圣经学者庄恩·奥斯瓦尔指出，这段经文对现今读者来讲真有启发性。咱读的时阵，态度应该谦卑一点仔，毋通话讲伤饱，声称家己知影这预言会安怎应验。咱读即种预言，特别需要注神伫因的属灵教导，较毋是因应验的方式。因为安尼，这段经文论到真财物是用耶和华做基础，讲到上主的道满有能力，以及人压迫别人的天性，也渴望得到医治。这段经文毋是应验方式细节的描述，一切应允的重点伫第9节，伫我圣山的逐所在，一定无伤害，嘛无破坏，因为对上主的人物普及全地，亲像水充满大海。对上主的人物是指甲上主有亲密的关系，产生对现实生活的真知足见。这才是新国度上重要的元素。安尼，就算将来迄一日真正来到的时，情景无尽然照今仔日经文字句所描述，总是只要伫迄一日上帝莅临其中掌权，安尼敢有啥物差别？迄一日拄亲像作家 C.S. Lewis 所讲，猜想，当然拢是猜想。假使将来毋是安尼，就一定会比猜想的搁较好，因为迄一日咱会亲像伊，拢要亲见主的真貌。咱期望迄一日，毋过迄一日还袂来到。毋通因为字句影响咱对将来国度的愿望。认捌上帝才是新国度上重要的元素。认捌上帝会带出力量，互咱的日子安怎，力量也安尼。若认捌上帝，咱会当伫日常生活中敏锐认出上帝的信息、守约、公义和赦免、怜悯甲慈爱。若认捌上帝，咱会当全然倚靠伊，咱会当活用伊所赐的能力，咱会当展现大无畏的勇气，咱会当辨明心中的假神。迄个日子还袂到，毋过伫每一个今仔日，愿主带领咱搁较认捌伊。默想，我是毋是逐日拢搁较认捌上帝，搁较向往伊所应允的国度？我是毋是逐日拢搁较认捌上帝，搁较向往伊所应允的国度？做伙来祈祷，至圣的上帝，感谢你启示你家己，互我会当认捌你，互我照着你所创造的万物，体认你的神性甲永能。感谢主亲自道成肉体，踮伫耶稣基督显现，透过圣神伫阮逐个人的生命内面动工，奉主耶稣的名献上感恩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勇行平安。